着也已经很深，主角停在第30页，一句话都不肯说。我改了又改，删了又删，故事像雾一样散开，伸手却抓不住。有人已经拍完电影，有人正在得奖，而我还困在这一场下不完的雨。窗外天快亮了，我却还不知道他们到底该怎么相爱，又该怎么离开。如果今天什么都写不出来，那就陪角色坐一会儿吧，别急着把他们推向结局。有些故事本来就唱得很慢，像种子埋在黑暗里，看不见却正在发芽。也许所有好电影都曾经有过这一天，作者怀疑自己，人物失去方向，世界安静得像不存在。可是天亮以后，他还是坐回桌前，写下下一行。如果今天什么都写不出来，那就先原谅自己吧。电影不是一天长长的梦，那些无人知道的深夜，那些推翻重来的眼泪，总有一天会变成荧幕上的光。